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我最近看一则新闻他就提到现在上班族学生免疫力下降，全是因为太常熬夜了。说到熬夜呢，就叫做熬夜。你刚刚提到的熬夜其实就是熬夜，没有错哦。那么现代人熬夜常常就是通宵加班、通宵打报告，其实对身体会造成精神不济，而且身体疲惫哦。那么其实刚刚提到的通宵就叫做偷夜偷夜呢就是通宵了。那医生也说，如果偷夜的话呢，可以摄取像是维他命 D 啦、水果啦，或者是坚果类食物，这样是对身体比较好的。还有我觉得一定要补眠，把该睡的都睡回来，这样子才不会到后来很容易不偏不偏就是生病了。最后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经常熬夜对身体不好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接熬夜对身体唔好，接熬夜对身体唔好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要带你了解熬夜到底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哦。敏华，这最新的脚本看看吧。谢谢。你干嘛哈欠连连，而且精神不济的样子还不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熬夜，有一篇稿子要交啦，而且超难写的所以我就偷夜赶稿咯。什么稿子难写到让你偷夜赶稿？不过你今天马上就有报应，你看开始长痘子，皮肤变差，而且重点是免疫力下滑，容易不偏那怎么办因为我还蛮常熬夜我觉得应该要补充 B 群，还有 C， 苹果给你。赚到一颗苹果了。不过我也真的很怕不偏我看我今天还是好好补眠好了。敏华，我真的觉得万不得已一定要熬夜，得要多补充维他命啦、维生素。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补眠。所以今天赶快教给大家的这些客家话，帮你快点复习一下。首先呢，要复习的就是熬夜了，熬夜呢就叫做熬夜，熬夜就是熬夜了。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通宵就是为了要打报告，通宵就是偷夜偷夜就是通宵没有错哦。不过常常熬夜身体会出现警讯的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，生病就是不偏不偏就是生病了，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哦。今天最后要帮他复习的这一句话呢，就是经常熬夜对身体不好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接熬夜对身体唔好，接熬夜对身体唔好。今天勾勾公哈发，希望大家都有健健康康的身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